震动。
扬你心在天涯，我的心像风里面情，赞扬你是我的心，让我的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的见你的荣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心
各位兄姐，大家平安。阴暗真寒，但是咱拢来到主的面头前。咱伫咧遮，咱要献上咱一年的感恩。咱也要展望咱新的一年。咱知影旧的结束，新的开始。咱拢要摆列伫主的面头前，互主带领咱。下面的时间，要互恁家己来祈祷。咱来回想咱一年内底，咱有偌济会当感谢的代志。请恁每一个人安静，将一项一项的代志，向主来摆列，摆列恁的感恩，摆列伫这年内底，主安怎带咱经过？咱即马要来献上咱这年中要结束的感恩的祈祷。听阮的主，我们感谢你。听阮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互阮伫今年，伫逐种的境遇内底，阮拢倚靠你来经过。伫逐种的情绪、不安、烦恼，还是欢喜、喜乐的时阵，主你拢陪伴阮经过。我们感谢你。阮相信，过来新的一年，主你永远伫阮的头前，因为你甲阮讲，你是往头前跑走的主，只要阮对你的脚步。主，阮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遐尼疼阮。我们感谢你，献上阮上深的感恩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们。
过来吟俄勒的诗歌。
咱三角来启用。耶和华，阮的主啊！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呢，对婴仔甲食年的喙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甚物，你笑念伊。你予伊比天使梨仔较殊，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羊甲牛，天中的鸟。耶和华，阮的主啊！愿咱新的一年对咱的上帝有新的愿望。世界人万方面，你多早
看，伫今年咱教会新出世的婴仔。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愿上帝祝福这个细囝。
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伫今年，咱有真古水的婴仔来到咱的中间，常常咱抱因非常的快乐，但是咱嘛是有三个咱的长辈来离开咱，互咱真不甘。咱来回顾因伫咱中间。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这是扬依莲的妈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咱感谢主，伫咱的中间，咱好遮尔好，信仰的长辈将因的信留伫咱的中间。虽然因已经死，但是因的死充满圆满。感谢主，互咱对好朋友的离开，嘛得到一个稳定的价值。感谢咱的主。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咱用这条诗歌来感谢咱的主，是一年拢甲咱做伙的主。今年甲咱做伙，明年嘛要甲咱做伙。
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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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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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我仰望你。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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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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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无人能及。神在，神在，神在，荣耀光中单单仰望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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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无人能及。神在，神在，神在，荣耀光中单单仰望你。神在，神在，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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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神在，神在，哦，神在，神在，神在，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两位兄弟，咱若是相信，咱的主是以马内利的主，是甲咱同在的主。咱即马要来献上
这个祈祷，这个祈祷是要做咱悔改祈祷。伫今年当中，咱有啥物做无够业，还是做毋对，还是互咱心中真艰苦的代志，咱要将这个代志向主来摆列，咱要恳求主帮助咱，赦免咱，互咱气力，互咱以后袂阁做这个代志。咱每一个人拢安静来献上咱悔改祈祷。听阮的主，阮即马要甲阮心中迄个阮无愿意去想的代志，甲阮心中遐个互阮真郁卒、刺插、艰苦心、无欢喜的代志。我要将阮的心中遐个无爱互人知、黑暗、暗淡、见笑的代志，我要将阮心中遐个常常会刺插阮、互阮感觉见笑、自卑的代志，我要将阮心中遐个常常走出来歹，我拢要交伫主你的手中，家己当钉伫十字架顶，互遐个阮生活中负面的代志，一项一项来离开阮，互阮学习要安怎伫主的内面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恳求主赦免阮的软正，帮助阮的无够业。每一日将主的恩典、怜悯、甲及时的帮助赏赐予阮。恳求主听阮心中的声音。恳求主赦免阮无够实，过头挖靠阮家己熬的个性。主，阮独独要仰望你，恳求主你带领阮头前的道路。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下面咱要做伙来读一个经文，咱无要刻嘛，无要印，咱大家做伙来念，用这个做咱立志的圣经，咱搁一遍来读，咱大家做伙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
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宴席，冷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阿门。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来兄姐，感谢。每一年这个时阵，牧师拢会问咱这3个功课。伫这年的当中，我上感恩的一项代志。伫这年当中，我上珍惜的祝福。伫这年当中，我得到上界宝贵的功课是啥物？等一下，咱要照这3项，咱要照这3项来互相分享，互相做见证。检查恁会想，今年曾牧师伫倒？两位兄弟，曾牧师做的 PowerPoint， 咱已经看了啊。接下就是咱每一个人家己爱来分享的时阵，咱才要先来吟一条诗歌，愿这条诗歌祝福咱，互咱伊嘛每一个人拢开声来分享，来祝福每一个人，咱做伙来吟。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我虽不能靠主就能胜过软弱，胜过失恋，信心的根越扎越深，心靠越久越觉刚强。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我虽不能靠主就能胜过软弱，胜过失恋，信心的根
咱要开始互相来做见证分享的时，咱要来回想咱今年圣诞节的活动。疫情笼罩的圣诞节还值得期待吗？今年疫情波及全世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布置圣诞节，挂起圣诞树，准备圣诞节来临，一起迎接救主降生的喜悦。虽然疫情持续蔓延，心中充满不安，我们依旧期盼今年与去年一样，有个快乐的圣诞节。于是我们抛开疫情笼罩的阴霾，准备将圣诞喜悦分享给我们身边周遭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深信圣诞节带来盼望。今年我们盼望救主降生的喜悦能够温暖彼此心中的不安。我们一起努力准备圣诞音乐剧，一起服侍，帮忙制作道具，为幕前幕后的事工准备。努力不断地练习，希望透过这出音乐剧分享圣诞喜悦与盼望给每一个人，唤醒更多藏在口罩下的笑容。回家去，一起庆祝小小耶稣诞生了。I need Christmas to bring me home。与爸爸见面，再一次，可以吗？再一次哦。家人会对我失望。2、3，变快了哦！1、2，才会有奇迹出现。手3、4，闭着眼，能与爸爸见面，希望。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万代。乐乐生命的香，照耀起来迎接黎明，天地中原是天举国家里，耶稣降生带来无限的希望。开始拍手，1、2，身体往前，往后，牵手，来往上多。来，手放掉，左右摇。Just take me and my word. Bro, I take the mic. The mic. 讲错。It doesn't really matter how you take it, maybe. But when you get inside of you, we will change your destiny.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Coffee,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不再只是普通节日。圣诞节充满着盼望，带领生命的奇迹。这就是上帝赐给世人，这就是最宝贵的圣诞节礼物。虽然人生有时会遇到不如意的事，就像今年的疫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别忘记在主里我们充满着盼望与新希望。新的一年，让我们继续仰望上帝的恩典，谢谢主耶稣带来的盼望，让我们有机会与他人分享圣诞喜悦。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接下是咱每一个人的时间，咱要伫遮互相来分享。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今日天气真寒，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牧师所准备的，其实伊也准备无了，我虽不但是剩的时间，咱要用咱的见证，甲咱互相的分享，来将伊补满。胜过失恋，伫咱要见证的时，咱来献上咱的感谢，咱做伙来念一条天父，愿感谢你。越觉感情。咱做伙来清唱吼，这无音乐，咱做伙来唱。天父，愿感谢你。我亲切感谢你。哇，遐济人，头拄啊到了开始的时，拢总无人吼。我是讲，也是要来开始了。好我是临时来带这个祈祷会吼，迄个牧师昨昏半暝啊，反艰苦吼去急诊，今仔转来伊一直拍拼要甲遮的这拢做了，但是无法度一直发烧吼，伊遮嘛是咧发烧我相信无要紧牧师一直烦恼讲，伊做的资料袂当跨过12点。我甲伊讲没关系，阮会用阮的分享甲见证来跨过12点。咱敢有即款的自信？两兄姐，咱敢有即款的自信？即摆10点半呢，即摆10点半，牧师讲无要紧啦。寒甲无，大家较早转去困。我毋知影咱有想要甲伊跨过去无？若是无跨过去，咱就是较早转去困。也是讲咱坚持要跨过去，咱再来看一遍咱圣诞节的歌曲。迄是我头拄仔咧想讲，真正这个资料用的时间足短等者真正要甲时间到，咱大家，咱每一个人，咱将咱的心中火热起来，互咱赢过外口的温度我直接要甲咱报告，伫圣诞节迄日
牧师看到讲，因为咱无灯光，咱搁为面顶迄粒灯拍来，所以咱的全部迄边拢暗暗。我记咱伫遮牧师有讲，迄个咱的灯光吼的问题。结果讲了吼，已经有3个人奉献，吼，总共献13万啊！足感谢上帝吼。其实咱教会有法度做是咱无愿意一届就一次到位，咱豆豆来学安，豆豆来做。但是有人感觉足可惜，第一日线上咧看的吼，迄个萧红姐因的阿静吼，有2个阿静伫线上咧看着，马上奉献8万吼，搁有咱的青年吼。迄个孙玉文，伊就奉献5万吼，因感觉讲，咱逐个囡仔拢演甲足好诶，吼，应该爱甲因有搁较好诶迄个设备吼。感谢上帝，逐个人拢真爱咱的教会来，过来，啥物人要来分享？吼，先来举手，先来讲吼，迄落。第一个来是硕恩的，硕恩姐姐的，硕恩来，硕恩来分享，我还要再想一下。后来有啥物人要来分享的无？哇！若照这个速度安尼吼，咱可能无到11点就结束啊。有人要来分享讲伫今年你有啥物款的成长无？今年我没有什么成长哈，又不会再长了哈，但是就是我觉得很感恩，就是可以跟大家在教会成为一家人。对啊，因为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就会想说，为什么大家假日都要约出去玩？我们家假日就是在教会。虽然不能这么讲啊，可能不能跟他们讲过这样子，但是心里内心就会，这个礼拜要看电影哦。那你就是不好意思，我有事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就是要回教会，但是也没有其他的那个活动，就是固定就是假日或者是学校以外的时间就是教会。可是今年有时候从那边走过去，我就会想说，我不知道走那个花园可以再走几次，可以再走10年嘛，或是走到我之前踩到铁钉的地方，我可能一辈子再也不会踩到铁钉了。然后这个圣诞节就觉得大家好像都为了教会，然后为了可以让活动更好，然后都有很多努力在这当中。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团体或者是其他的教会再感受这种一家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感谢大家，就是让我可以在我有限的生命当中，觉得我此生没有遗憾呢。我本来就有预备今天要分享，就今天早上就被蔡牧师先 Q 出来分享，所以就是我今天就是真的有想，我今天一直有在思考，就是说其实每次到了年底的时候，就会去想到底今年自己的生命到底就是过得什么样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今年算是应该是我觉得很难过的一年呐，就是说可是。我觉得今年很特别，我觉得虽然过得很辛苦，可是我觉得今年，我觉得上帝一直陪着我，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我其实有一个见证，我真的很想，我想帮我的妈妈做见证啊。我觉得我的妈妈的生命在告诉大家，上帝真的存在。上帝是充满恩典、充满有丰富的恩典跟慈爱的上帝。我想跟你们分享一段，就是妈妈
在生命，就是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我们没有去想过说，虽然我觉得我在我的前几年，我也是经历很多上帝的恩典，或者很多时候可以感受到那种上帝在跟我说话的感觉。可是我从妈妈的生命里面，我真的看见了神的那种救恩哈，很特别的救恩，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其实妈妈在生病，她其实今年我们从年初，其实一开始年初的时候，是我的阿嬷有一点点开始失智，所以我今年年初开始前几个月先忙阿嬷，我觉得阿嬷的记忆开始在退化，我有点担心，就没想到从3月开始，我妈妈是生病了，那身体一直在退化，一直在退化，一直在退化。然后我们一直看医生，都找不到原因，什么检查都做了，我还是找不到原因。那到今年暑假第1天，7月16号那一天，妈妈就开始住院了，因为她开始不能走路。那一个住院就住了2个月的时间。住院一开始住院就什么检查都做，就是找不到原因，然后开始一直虚弱，然后开始进入昏迷。然后她那一段时间，其实今年的，因为妈妈在5、6月的时候，我就带她到教会来。那妈妈其实那一段时间是很沮丧的，因为她一直跟我说：“依琳，我也无做唔对代志啊，为什么天公伯对我我破病我都无法度行了，我就港口。”她就觉得一直在埋怨，她觉得为什么我会安尼？我无做唔对代，为什么我会安尼？她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妈妈的生命很特别，她是一个不跟人家计较，我觉得他的生命太完美，我都做不到。他不跟人家计较，然后他自己很愿意的去坚持他觉得对的事情在做，所以我也不懂为什么呢生命会这样。可是我总觉得我也没有很失望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那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大的力量，是我可以去陪着我妈妈，我还可以很开心的跟我妈妈说：“妈妈，你放心，上帝一定会跟你讲，一定会陪你的，你放心，上帝会救你。”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是如果没有上帝，我应该没有办法这样跟他讲，就是每次都可以用正向的方向去跟他说。可是我妈妈还是很哀伤，还是很难过。到她昏迷，然后她昏迷的时候，其实我很记得那一天晚上，因为她已经进入昏迷的第2天了，然后我们其实开始因为她血压开始在降低，那时候是7月底的时候。然后他血压开始在降低，然后我们知道妈妈的心愿就是不要急救，她觉得她不希望再受很多的苦，所以我们都清楚，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会有就是把很多很重要的家人都叫到床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跟妈妈一起，就是常会就是跟妈妈道别，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是第2天晚上，就是我们千毅啦、齐轩啦，还有就是我先生，我们就一直到医院去，然后就跟妈妈就是说话这样。那时候她都昏迷，然后因为我隔天我要到屏东去帮人家上课，是一个我不能推的课，然后我跟上帝说。就是其实我希望一直陪在妈妈身边，可是我没有办法，所以那天晚上我要回20，我们就在车上，我们就跟大家在讨论，就说妈妈希望可以用基督教的仪式，就是做她的后事要这样办理，然后我们一直帮她祷告，就说我就跟妈妈那时候已经进入，我就跟她说，妈妈如果真的上帝来接你的话，你就跟他走。我觉得你要放心的跟着上帝走这样子。然后结果那天在车上，我只记得千毅就跟我说：“妈妈，你这样子，阿嬷没有办法进天堂。”我就不知道为啥。他说：“妈妈，陈牧师告诉我们，人要进天堂的那一段，那个不容易跨过去，你做的还不够，你这样子他没有办法进天堂。”他就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想说：“哦。”这个我也不知道，陈牧师告诉他，就说陈牧师有跟我们讲这个，然后我就说哦好，但是那我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然后结果隔天，因为我就去屏东了，然后我在屏东那一天，千毅考完试，他就传了一篇文章给我。那原来千毅有帮阿嬷祷告，然后他在心中跟阿嬷说：“阿嬷，我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我有看到光。”然后
当我眼睛打开的时候，那个光就不见了。我知道那是上帝的光。然后你要相信上帝会与你同在，你不用害怕。然后他就传了那一篇文章给我。然后那天我从屏东赶回医院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着他，后面还写很多他要跟阿嬷说的话，然后我就把那篇文章一直念给我妈妈听，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我们想，可是我妈妈很特别，她一边听千毅的作文，她就一边回应我，到因为那是昏迷的第3天，到晚上她就醒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真的醒来了。然后他醒来之后，就叫我们把所有的家人都叫过来，要叫谁过来。然后我们就把家人都叫过来，然后妈妈就很开心的拉着我们讲话。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妈妈怎么不一样呢？妈妈就真的不一样。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就不敢离开医院了，因为我很怕他随时有什么状况，因为他血压还没有恢复。可是隔天早上呢，隔天半夜，他那天晚上一直跟我说不会啦。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会。然后到半夜我陪他睡觉的时候，他要跟我讲一句话，就跟我讲说我不会累。然后到他受洗那一天的早上，其实是因为我当天晚上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是呢，就是当他醒来的那一天在受洗那一天，他就跟我们说，其实是因为早上家人有来看他，那家人对于我们要走基督教的仪式不是很赞成，他觉得就是那是我表弟，他说阿哥一世人拢拜拜，你哪里当就是跟他改变这个模式呢？他们觉得不行，他说这样子舅舅不会答应啊，这样子阿嬷不会你们会派，就是家族会对于妈妈会有很多不好的，就是想法什么的，而且害家族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声音出现。那我们这时候就说，就是家里的人就是请我们就是再跟妈妈做确认，因为妈妈醒来了，然后精神变好了，然后我就跟妈妈问然后那时候很特别的是，我在跟我妈妈询问的时候，我们家人就跟我说要跟妈妈问好，就是她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仪式，而且要跟她讲清楚哦，就是没有要拜拜了哦，而且还要跟她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要给传统的新猪白啊。我就要一个一个问，然后我还要录影起来，因为我录影起来，我要给家族的人，就是跟他们说妈妈的信仰的部分。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妹妹2个，我就跟妹妹说，因为那时候妈妈醒来之后忘记生病了，忘记她脚不能动，忘记她在医院，她只是很开心的跟我们聊天。我就跟妹妹说，我觉得妈妈不一样，她好像小孩子一样我觉得她只是回到好像只剩下潜意识而已，我也不敢保证她会选择跟上帝走。然后我就跟妹妹说，如果妈妈真的潜意识回到了传统的信仰，我们也不能去勉强她。然后我永远记得我跟妈妈的对话，说妈妈，你要对上帝还是要对佛祖？我要对上帝啦。妈妈，你要对佛祖还是要对上帝？我要对上帝啦。妈妈，安尼无要拜拜安尼，免拜啊啦。妈妈，安尼就无要入新主牌啊呢，免啦，我要对上帝啦。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永远记得他就是这样回答我。然后那一段录影一直还存在我的电脑里面。我们那天跟家族的人说，妈妈真的决定要跟上帝。妈妈忘记她曾经是拜拜的人，妈妈都不记得这些事情，她只知道她要跟着上帝走。然后家族很爱我的妈妈。所以他们就会说，不过他没有受洗呢，安尼要安怎？你若个无拜，伊是要去倒位？然后家主就跟我们说，不然你们能不能马上安排受洗洗礼？所以我那天才会，就是我当天就马上跟牧师联络，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是英宏长老，然后终身长老跟牧师就到医院帮妈妈受洗。那我们家里的人都很开心，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很爱妈妈，所以我们很尊重妈妈的选择。
整个家族都愿意接受，所以我们兄弟姐妹还有小孩那天真的都预备好到医院陪着妈妈，但是我们其实那一天也很难过，因为很担心妈妈是不是就走了就怎么样。然后后来妈妈就突然就是身体又好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她的状况精神变好了。然后医生隔天就跟我们说，她的本来她的肝衰竭跟肾衰竭都已经剩下10%的功能，他的肝肾都衰竭了，只剩下10%。然后隔天受洗完的隔天再抽血检查回升了，就是有回到50%，然后后来回到60%，所以他接下来可以做就是切片检查，先做断层扫描，因为断层扫描要打显影剂，所以他就因为他的肾脏功能恢复了，才可以做检查。然后后来检查出来有发现肿瘤，然后才做的那个切片，才找到他真正的原因这样子。然后我想跟你们分享是，其实后来我都还很担心说，妈妈是不是只是忘记了而已。那他其实在生病前他很难过，因为他受洗前他都说，为什么我的生命会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那他每天都在跟。他还没有受洗昏迷前，他每天都在跟上帝说，请上帝赶快把他带离开这个世界。他觉得他好痛苦，他真的很痛，因为他的脚痛到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去阻止那个痛，那个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就是很痛。但是呢，他醒来受洗之后，他都不痛，他已经明明到后期他已经全身都是肿瘤了，他还是不会痛，但是他怕打针的痛。可是医生怎么压他的身体，就是不会痛。然后他每天都很开心，然后他以前什么事情都不要人家帮忙，他硬要走路，硬要自己吃饭。他受洗之后呢，他就像回到小孩子一样。然后我们给他吃东西，他就说：“妈妈，你要自己吃还是我喂你？你喂我吃。”然后妈妈那脚在痛的时候，依琳那个卡刷姐，他以前才不会叫我，因为他很好强，他觉得。我怎么要靠别人？可是他后来受洗后的时间，我们度过了一个很特别的过程。妈妈妈妈变成小朋友，然后我跟弟弟妹妹，就是把他当成小孩这样子在照顾他。他也很享受，我们也很享受，因为我们所有的那种妈妈的那一种难处都拿掉了。那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人没有办法去。当自己遇到困境的时候，你还可以很自然的接受别人的帮助。可是妈妈就是很享受，你喂我啊。然后后来我们9月没办法要开学了，我们就妹妹家的外老去帮忙的时候，他很可爱，他就说他外老，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大小便失禁，那要用尿布了。有一天外老就跟我说，他就说。阿嬷大便了，然后我说那怎么办？然后他就说，我就跟阿嬷说，阿嬷你大便了呢。然后我妈说真的哦。然后外老就说，阿嬷你大很多真的哦，那你赶快帮我处理。他就很自然的，我觉得上帝把他的难处都拿掉了。他是我觉得我们看的是真的很欣慰的那种难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很奇妙，我会问他说，妈妈。上帝爱你吗？爱呀。那我爱你吗？他说爱呀。我就问妈妈说你爱谁？他就跟我说我爱上帝啊。然后我就有点失落，妈怎么不是爱我呢？可是他就会跟我说，可是我就觉得很奇妙。我觉得上帝进到他的生命里面，然后这是一个60几年不曾认识上帝的人。可是当我从妈妈的身上里面，我就看到那种。很特别的恩典呐，那不是人可以有的恩典，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给，那唯有神才有办法做到的恩典。那我真的很感谢教会这边，就是牧师还有弟兄姐妹们在就是那段时间的带导跟关心，然后还有后来，其实妈妈的整个后事，后来真的是很如我们所愿，就是用基督教的仪式，而且
让家族的人都一起去经历一个很不一样的恩典。就是说，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家族都陪着我们一起用基督教的仪式去经历。我也很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出嫁的女儿的身份，可是我可以就是去主导整个妈妈从生病到后来的一个后事，就是说其实都可以依照妈妈的心愿去完成这样子。那我觉得甚至到后来，其实妈妈走之后，其实我们这段时间还在陪伴阿嬷，因为阿嬷的失智就突然间就变得很严重。然后其实我带她到教会，她好喜欢到教会呢。她现在都跟我说：“你有闲啊，带我去。”她觉得教会的人好热情哦。每次回去都讲电讲哦，100教会的人拢就好的呢，就热情的，她就很开心。他们觉得她来到这边，她觉得很干。然后我就因为阿嬷前阵子幻听，然后她来请牧师帮她祷告。有一天就跟我说：“牧师教我祈祷了，我最近拢困了就好，拢袂去听到声。”她就很开心。然后我跟阿嬷讲：“阿嬷，你跟我来信上帝好啊？”阿嬷讲吼。哪有一天吼，上帝甲我，恁咧上帝甲我心的甲摕掉吼，我就来信上帝。我相信阿嬷很可爱，阿嬷就是因为我的阿嬷有4个儿子都过世了，然后她相依为命的媳妇也过世，其实对她来讲是一个生命很大很大的难处。可是她有很多的爱她的人，然后我觉得她很奇妙，她也是很可爱。她就说：“林刚好我就跟你去信上帝。”我就说：“哦，我觉得很奇妙。”然后其实今年我也觉得，我觉得上帝真的对我们的家族，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恩典，就是他让我的家族都看到上帝。其实特别像今年，我觉得我公公婆婆对于其实他们今年有来教会，就是参他们就是圣诞节那天晚上，然后他们很可爱。那一天陈华姐改讲，你10明年做那个葫芦团契的会长，结果阮公公迄暗回去哦，伫阮兜咧喝小酒，因为他就会难得来嘛，我们就喝酒啊。伊就甲我讲吼，1啊，你做迄啥物会长迄啊吼，你要认真做呢。我讲哦，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接纳，你知道吗？其实他们从以前我一开始没有办法告诉他们，他现在已经知道了。礼拜6晚上你们就是在教会，礼拜天早上你们就是去教会，他就很习惯，就是知道那个时间我们就是在教会。然后呢，他也觉得也刚才搞跟我就觉得说哇，那我觉得他对教会，他甚至还跟我说，他就跟我们说。迄算命讲吼，恁去教会就好了，恁继续去。然后他就说，算命讲恁安尼就好了啦，所以吼恁就去。然后我阿嬷很可爱，我妈就说，我甲你算命，你命就好了，你命恁内底上。我讲阿嬷，你看我来信上帝，所以我命就好，所以你就跟我来信，他就很可爱。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很感谢上帝。其实今年虽然很难过，真的很难过，真的很辛苦。然后过了好多的难处，可是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寻求上帝的时候，上帝真的在。我觉得上帝，我有一天在这边，那时候妈妈生病9月，然后我在这边，我有来做礼拜。然后那天我每天都在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要跟我妈妈在一起。上帝，你要跟我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那天做完礼拜做到一半，我就开始哭。然后我知道上帝在告诉我说：“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我早就跟你妈妈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心就放下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把真的所有的难处交给上帝。那上帝真的是垂听祷告的上帝。而且我真的觉得在信仰上面不要害怕。我觉得有时候我遇到困境的时候，我记得庄牧师讲一句话，真的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就是其实当我们勇敢的跨出去的时候，不管是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还是去关心别人，其实都会对我们都是不用担心的。那我觉得真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棒。我觉得有时候真的那种关心，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啦。这也是后来呢，
我那时候很有感动的时候，就说要当会长，所以我就一点都不会推辞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感受到，其实我今年我真的在这边感受到，不管除了上帝以外，我觉得这个教会的这个家庭的那个互相的支持陪伴，其实是带领让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我真的也期待自己有机会可以做，就是可以给别人温暖的那一个人，所以。就是那个明年的妇女团契的会长，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关怀的事工。我觉得其实长者或者是我觉得伙伴之间真的需要互相的关怀，这些外条啊、卡，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互相，因为我觉得当那个时候，我真的知道，其实那个关怀可以让我们走得很有勇气，然后真的很温暖，然后就是。我还是会继续把阿嬷带来教会，下次有机会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那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去做彼此之间的那个关怀，我觉得真的很棒。那谢谢大家，真的今年很难过，但是今年恩典满满呐，谢谢。好，换人，讲的让我们都很感动哦。来，再来是谁？不要看别人。有啊，青年都要准备啊，他们在等说谁要先出来。哦，那个我爱讲就是我上高中后的事情，这样就是因为我上高中后，我有加入球队，然后因为我们球队每个礼拜6日都要练球这样，然后就是我思考很久，就是说哦，我要怎么排我的时间，才可以让我可以去练球，然后又可以赶回来，就是来青少期这样。但后来就是排了很久，就发现说，其实我最终还是只能选择，要么就留在学校练球，然后要么是要回来做礼拜这样。那后来因为我当然知道我一定要回来做礼拜这样，然后那就这样就代表说我球队一定要请假，然后结果我就原本就想说就请假这样，随便讲一个理由说什么。家里有事情这样，但后来我就开始有点羞愧，说那个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勇于承认说，哦，我是因为我要做礼拜，然后所以不能回去练球这样，然后我就想，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圣经上里面写说，如果我们不承认上帝，那上帝是不是也不会承认我们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因为这样，我就开始在球队群组里面请假，我都会直接写说。那个礼拜日，然后后面直接写做礼拜，然后这样直接请。那就是我当然也因为这样，就是有稍微就是有被质疑，然后有就是被同侪这样问说，你们礼拜日是一定要做礼拜，就是不能，难道不能稍微请假，对吧？对吧？就他问说那个我们为什么我们礼拜日一定要做礼拜，然后不能请个假这样？对吧？那我后来就有在想，然后。后来我想一想，我就得到了，就是我今年算是一个结论嘛，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看说世人是怎样看我们，就是看我们，然后反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上帝怎样看我们，这样就是不用因为他们怎么样，就是不理解我们基督徒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就要去配合他们嘛，这样，对吧？太突然了。好，去前面讲。其实刚刚就是在分享之前，我就一直在台下一直流眼泪，因为就是其实我回想2019到2020，就是我爸爸生病的时间，就是因为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在爸爸身上，
就是看到，其实就是很多同才就是都还有爸爸妈妈的就是帮助，但是就是因为爸爸生病，然后就是迫使在我这2年就是要极度成长，就是可能很多事情本来都有就是爸爸或妈妈的帮助，可是到现在都变成是要自己来。然后其实我很少跟人家讲，就是爸爸在生病后，就是我自己内心的感觉。就是其实我很难过，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的突然，就是为什么会是我。但是我很感谢上帝，就是给我一个坚强的妈妈。其实我也常常很担心，就是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总是告诉我和刘米说，就是我们还是要过，就是然后就是该给我们的都还是给我们，就是让我们不用去因为爸爸的生病，然后来烦恼，就是上大学有什么，就是可能因为生病，所以导致我们不能去好好的玩，或者是做什么。对，就是很感谢上帝有赐给我一个这样的妈妈，就是让我可以在上大学之后还是可以，就是很无忧无虑的，就是过生活。对，然后就是我也感谢上帝，就是让我在2019到2020，就是我觉得是自己一个成长，就是内心自己成长很多的一段时间。对，然后也很谢谢就是大家对爸爸的关心。对，谢谢大家。棒哦，你的问题，伫我生病的时阵，有会问过上帝。我妈妈这么热心服侍，为什么会生病？这款代志拢毋是咱会当知，但是会当知影就是讲，在患难当中，我们有成长，而且这个成长是正面的，这样就值得了。哎，我们这2个主角哈，千一和惠安，哪一个要先出来？哪一个要先出来？反正那一个讲完就要把啊，哦，可以啊，可以啊。千一是一个很棒，他很有。你光袂你唱我觉得今年那个过得很快啦，然后我觉得就是今年发生的事很多，所以从年头到年尾才过那么快。然后从我们开始练习那个圣诞剧，起初我觉得我拿到雅婷这个身份，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的个性跟雅婷的个性很像，所以我的那个就是演戏的那个感觉比较容易找得到。对，然后可是，在那个练习的那个过程中，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唱歌是最难的，因为尤其是我要独唱那几句，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己独唱那时候很紧张，然后我很怕就是唱错啊，然后那个唱到那个走音之类的。就是我们之前在喜乐也有演戏啦，可是之前不用背剧本，也不用唱歌，但这一次的圣诞剧，我要背剧本，也要唱歌，然后我也很怕那个就是剧本背不完，所以我在我有自己写一份那个剧本，然后我把它放在资料夹里面，然后粘在我们家的浴室，我就边洗澡边背，就一来洗澡也不会很无聊，然后二来我也可以去背剧本，然后对，然后演戏那2天我很开心，就是那种回到舞台上的感觉。我觉得在舞台上面演戏传福音很棒，然后我很开心。
这几个月虽然唱歌方面我遇到困难，也很担心那个剧本背不完，但我觉得这2天我对我自己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我演得蛮好的啦。我很谢谢上帝一路上的帮助，也谢谢他让我重新的了解，让我更爱唱歌、演戏跟传福音。谢谢。然后我要讲一下，就是其实我在今年，我觉得我做了很大的突破，就是不管在钢琴啊，或者是就是一些比赛，还有圣诞剧上面，我觉得我有就是有更大的突破，对。然后就是尤其是圣诞剧，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演戏的人，就是在台上我就是不太敢，就是像大家一样，就是感觉非常的自在，然后对。然后我就每天晚上我都会开始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呀，我就是不太会演戏，然后求你给我这个力量，让我去可以完成一个最好的表现，去完成这出戏。然后其实我在这出戏我做了很多我的心理的调整，就是一方面就是可能是我不太就是在台上就是会有点内向，然后我心里也很希望我可以把自己就是就是把这个角色达到最好的标准，对。然后那两天的表现，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开放一点，对。对。然后也谢谢上帝可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自我突破，然后让我去完成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对，好，谢谢。来，再来换谁？其实即届的圣诞剧吼，互因足大的迄个面临迄个挑战。啊，毋过我相信，咱人拢无法度发光吼，只有接伫个上帝遐，咱才有法度发光。因为上帝是光。我一直甲因讲即个观念，因有去抓着吼，因有去抓着即个观念。啊，真欢喜就是我常常咧讲讲，我听着美国一间教会讲，博士徛落道入的，迄天使吊钢丝用飞入的，啊，我就祈祷讲，哦，阮教会嘛要安尼。其实，即届圣诞节感觉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吼。遮囡仔拢真全力以赴吼，互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感动吼，很感动。啊，大家拢足敖的吼。迄条咖啡舞是刘一成家己编的，啊，这演戏吼是刘一鸣带的吼。迄内底上歹唱迄条歌是品瑞唱的，伊用女的声音落去唱的吼。其实品瑞用伊的声落去唱歌足好听咧，品瑞声足浑厚咧。我希望有一次会互伊用查甫声来唱。嘿。来，咱过来有人啊，新的啦，新的有举手来，啊，新的从小就很会见证了。啊，新的这是发挥大姐的风范，好，演一个路人，但是迄内底和声拢会唱的呢。就2020，其实这一年我改变还蛮多的。我高中毕业上大学嘛，然后我申请就上了，然后其实，在年初到毕业那一段时间，我过得很不快乐，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所以那时候申请，我那时候因为我从小就是我一直念书。
然后我选组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自己记性很差，我很讨厌念语文的东西，我地理、公民、历史，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比较喜欢理解东西，我东西背不起来，所以我就选理组。我完全就是我其实不太清楚知道我要走什么，然后其实我想要走的东西，我知道我做不到，然后很慌乱的就选了一条路，然后就去了，然后其实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很快乐，甚至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就我觉得大学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快乐的回忆，她可能也是不希望我太紧张，而且我那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有肠燥的症状一直在出现，还特别去看医生，这样，就当然这个问题有解决，然后就是我刚上大学那段时间，其实我很紧张。然后我有点就是不太能够适应，而且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孤单，有时候就因为你上大学到一个完全新的环境，而且我姐和我妹都在台北，然后就是我姐和我妹就是她们念的东西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变成我姐和我妹她们可以对话，但是有时候就是他们前几天还在群组里面聊那个法律，然后什么逻辑什么东西。然后我在那边滑那个讯息，我完全看不懂。我发现其实我是一个跟他们其实不太一样的人。然后或者是在大学那种团体的生活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还蛮孤单的。然后其实然后就开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我们家之前有算领养嘛。就是有在养一只狗哈，我现在有点冷，高雄比较温暖，这里真的很冷，我前话他去关，不要去，对，真的比较温暖，然后然后就我们家养了一只狗叫小花，然后它走了，对，它就是很突然。然后我记得我那一段时间大概是心情最差的时候，然后就那一段时间就是跟班上的同学，就是我本来有跟一群人，然后很好，然后之后我发现我好像跟他们那群人，就是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就是我慢慢从那个团体把自己分离出来，然后但是时间过了之后，我发现我开始比较刻意学会跟自己相处。就是我以前比较没有自己的空间，这是真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就是算2020，就是改变我比较多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珍惜吧，我失去很多东西。然后我失去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像小花，然后还有很多。然后一开始我一直没有用正面的态度去看，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做不到，那时候自己觉得很难过，就觉得说我已经失去很多了，然后上帝你到底还要拿走什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只会从我身边把东西拿走？你到底还在做什么？然后甚至那时候就是有时候真的心情差到就是觉得说来叛逆一下，吃饭不祷告这样，就是真的，然后就到有一天我去医院参访，去那个医院就是我去过2次，一次是见习，就是去看那些就是老师在带那些人动作，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就是第2次去访问，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报告，然后去访问一个家长，然后我看到他牵了他的小孩，他的小孩是站不起来的，就是有一点迟缓低张力这样。然后就是他爸爸是把他小孩拉着，因为那个年纪就是他要练习站起来，但是他靠自己站不起来，所以他就很像是就是那个小朋友可能在玩，然后故意拖着他的脚，然后故意把身体的重量全部压在他爸爸身上。可是你看得出来那个小孩子不是故意的，他就是真的站不起来。然后
他可能想要跟他爸说什么，但是他讲不出来，他很努力，但是他讲不出来。然后那时候我那个瞬间我就有点在想，就是我们也有讨论过一些教案，然后看过一些，就是也看过一些人这样，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因为你已经失去太多东西，你更不应该把你原本就拥有的这些东西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就是能够像台湾现在疫情，然后大家还能够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或者是就讲我自己个人好了，就是不讲说我身边有什么人他们还在还是什么的，就讲我自己，我现在能够健康的站在这里讲话，然后好好站在这里，虽然很冷，然后我觉得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自己有成长吧，就某种就是其实还蛮感谢上帝，让我学会去慢慢去珍惜这些东西，不是只有用愤怒去看待那些失去的东西。然后希望2021的话，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更有自信的人吧。对，那下一个，我呢？有谁要讲？我没有。来换谁？来换什么人？这礼拜牧师讲到讲有一个家长吼，带伊的查某囝来找牧师祈祷，伊一直找牧师吼，第一通电话是我接的，伊讲我要来拜托迄个牧师吼，甲我的查某，甲阮的囡仔祈祷安尼。我就甲讲牧师啥物时阵伫厝诶？伊来，我感觉听着伊讲一句话，足感动的吼。伊讲吼，牧师，我无啥读册啦，我这查某囝真巧，佫会读册。毋过吼，我唯一会当做就是伫伊为细汉。逐摆若有重要的考试，我拢带伊去互牧师祈祷。伊毋是咱教会，伊讲伊有啥物重要的考试，因爸爸一定带伊去找牧师祈祷吼。足无简单的，这个查某囡仔，这个检察官吼，伊要搁考一个搁较高阶的考试，其实考试笔试通过，伊咧祈祷的时阵，迄款专注，搁迄款我感觉足感动的吼。甲咱这年轻的孩子们这样讲，也跟每一位父母分享。嘿，恁就知恁足福气的，恁毋免去带去外口找牧师，直接妈妈就甲恁祈祷。哦，这实在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吼，嘛是咱会当学习的。来，咱无咱就要个接煞的迄个结尾庄友友，我看你举手。我是拉口罩。拉口罩。你提起来，你讲一下。每次就是要这样凑，逼我们凑一下时间。没有，可以。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很不想要分享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刚刚很紧张，因为我就是因为昨天宝宝刚好突然就是去急诊，然后他就说我们都知道说他是很硬的人，他就是一定都会不管怎样他都说他没事，可是我们都已经看出来他有事，而且毕竟我们家又有一个就是很会观察病人的人，所以。都知道他有事，但是他都一直不讲，到很严重的时候，然后包括他今天回来，他还坚持他要就是带那个祷告会，可是我们3个就是跟他拜托他去休息这样子。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今年的心路历程，就是张家富每次都笑我是米虫，然后问我说我到底在干嘛，然后其实
其实这个问题也在我心里面有一点久，说我自己到底在干嘛。然后其实去年的圣诞节我超级开心的，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但那开心就只有我自己可以懂的那一种开心，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会议，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喜欢那个组织的那个工作，然后我就自己那时候。不是只有我自己去，我们就一群年轻人，然后去那边，然后就是为台湾办一个展，然后给别的国家的人知道说台湾的基督教年轻人在做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在那里，其实我算是很菜鸟的，然后可是我很喜欢那种就是可以为主做事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默默的在那个会场祷告说，主啊，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以后我可以像那里面的哥哥姐姐一样，再回来那里工作这样子。然后我去年呢，其实我应该要很认真的让自己毕业，而且我还有2个地方要毕业，所以我就是总不能一直申请延毕吧。所以其实我应该要很认真的去让自己把论文生出来这样子。可是因为我又刚好看到说他有年纪限制，然后那个工作一定要赶快申请，因为毕竟如果30岁就没有资格申请了。然后我就花了一个很大的力气，然后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然后也拿到那个 offer， 可以去瑞士一趟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很开心，我说上帝啊，我几年前的祷告，你竟然听我的祷告，然后几年之后你实现了我那个祷告，所以我超级无敌开心的。我就想说没关系，再申请一次延毕，然后我就先去再说，再回来说这样。结果没想到就是年初本来很开心的要出发了，结果疫情来了，什么也不用去，然后他就说延期，然后我想说还有机会，反正3月连到6月那还可以，然后回来还或者去在一边写论文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吧，等到6月，他又说延到年底之类的，然后延到年底就说因为就是太危险了，所以他们决定延到明年这样子。然后后来而且我就一直延，然后延到我就也没办法，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干脆先让自己毕业好了，就是我就认真的在论文的部分，我赶快先专心的把它毕业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这一路上其实我觉得我花了很大力气去让自己可以跟着自己的计划走。其实我是一个不害怕孤单的人，而且我就是很做自己的人，所以我的人生的 tempo 我觉得跟其他的同学都不一样，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说我跟人家不一样，让我觉得很有压力这样子。但是慢慢的，我觉得到年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他们其实在工作上面都有一定的成就、一定的稳定，但是我想要的怎么没有像我的计划一样呢？我那么的努力，然后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或许别人不知道，但我自己知道，说我做了很多的努力，我想要过我自己期望的人生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那么难过？那我去年的圣诞节很开心啊，那为什么我今年就是我的去年的圣诞礼物到现在都没有实现，到底是怎样？我就有点难过这样。然后我就想到有一句话，它就是英文里面就有说 no pain no gain， 就是你没有痛苦，你没有付出，你就不会得到。可是我觉得我都已经付出了，我都已经痛苦了，我已经花了洪荒之力，然后毕业，但是我就是怎么我想要得的，但是都没有得到呢？我就真的是很难过。我想说，为什么？难道我做错了选择吗？还是怎样？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从来不会后悔自己做的选择，但是为什么我现在犹豫了？我到底是在干嘛？这样，然后常常坐在后面那个穿绿色衣服的，对，是刁我，就说，那个这 V 堂啊，那些冲啥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也很想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但是当我自己就是因为疫情关系，很多的计划都延迟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说我自己到底在干嘛这样子。可是后来我记得我12月的时候，他在问我在干嘛的时候，我就有给他答案，我就跟他讲说，
不是没有工作没有赚钱，就是没有在干嘛这样子。其实后来我想一想，其实我认真的想一想，其实我并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的负面，因为我是一个我觉得我还蛮会调理自己情绪的人，所以我就会开始想说，我的负面情绪到底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会觉得很难过？我明明是做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照着自己的计划走，为什么我会难过？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并不是都没有收获，也不是都没有得到，只是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或者是上帝给我的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上帝给我了什么？然后我就慢慢的从负面的情绪转到正面的情绪，然后我就可以安静下来说，上帝的恩典其实很多，就是上帝给我有机会，就是在教会可以服侍，然后因为我学了英文，所以我就有机会帮忙翻译，就是那个剧本。那如果说我今年如果很忙的已经冲出去了，那我根本没有这个机会跟弟弟妹妹一起成长。然后我就慢慢的陪着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其实我也很感动，就是看着就是志宪啊，然后玉成、玉明这样，我就觉得说，以前我们也就是有上面哥哥姐姐跟我们一起努力。那现在虽然我们不用做太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一起陪伴的那种感觉很好。然后觉得说，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特别温暖的地方。其实如果说，与其说用一种就是比较世俗的眼光说，没有找到一份很棒的工作，没有赚很多的钱，或许我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得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个得，就是只要我们转一个念，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应该感谢，也要满足，就是感恩，说我们有的已经比别人很多了。谢谢。发高烧，请庄牧师手机关起来，眼睛闭起来。来，还有人要见证吗？有没有人要见证？进来哦，见证是把上帝的恩典讲出来哦。还有没有人要见证哦？快点，我相信我们可以。还有啦，还有，恁爸爸的结尾，我有想做结尾。好，那如果没有，我们真的要跨过去了哈。我们要来做后半段的那个带导哈，后半段的带导。美秀要不要见证一下？你今年是人生转变了。其实我一直，我从城湾出生的那一年，我就想做见证，但是没有一年有勇气站上来哦。城湾你几岁啊？我等几年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就可以在教会陪小孩跟小孩。让小孩在教会成长是一件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哈。那，我想要分享的是说，我都会去鼓励，包括我在公司，我都还是会跟同事讲说，如果你的小孩有机会的话，其实能够让他在教会成长，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那我是分享，我本来想要做第一个分享，因为那时候陈湾那还没来。但是他已经来了，我就一直有要不要分享？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小孩子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我简单来说，就是有一次我去参加陈湾的班亲会，那老师就问我说：“你怎么教小孩的？”我就跟他说：“我没有什么教，因为我也很忙。”我说：“我都带到教会，带到教会让上帝教哈。”老师就跟我分享说，因为有一次，这惠安有跟我讲过，他跟我说：“妈妈，我跟你讲，因为他其实惠安从小就伊就认真的吼，伊是一个就认真的囡仔啊，所以伊的伊第一个考试考第2名，然后他们老师就看到他很认真，然后就要把清寒奖学金给他，
然后那个可是因为清寒奖学金是刚好他们班没有这样子的符合这样资格，但是有这一笔奖学金是不多哈。那老师就把他叫过去，就跟他说，因为班上没有符合这样条件的人，那我觉得我想要给班上我认为最认真的人，然后就把慧安叫过去，然后慧安就那个我们家这个女孩子居然也，我觉得她蛮有勇气的，她就拒绝了老师那个奖学金。她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是最认真的，我觉得那个第1名才是最认真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有叠卡定就自然的跟我讲哈，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怎么第一个我觉得要有勇气去拒绝老师的奖励，而且他觉得那就是他就觉得他不是最认真的那一个人，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怎么会觉得你真的？因为对我来讲，我根本一起节就领金的囡仔，一起今天就领金的吼，他从小就把小考当把月考当联考，我都不知道要干嘛他读，然后我常常念他，我说你以后怎么办啊？吼，是担心他以后不知道怎么读。那所以我根本一起就领金呢但是伊竟然会甲老师安尼讲，然后我就甲伊讲，我伫车顶我讲不过我感觉你去领金呢你是感觉真正家己还无够认真？伊讲对，我感觉我还无够认真，所以他就去。然后我就说，我那时候就淡淡的，我就跟他讲一句话，说好，很好，你拿也要拿得心安理得。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一笔奖学金不是你该拿的，我觉得你要去拒绝，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刚才我就那天这样讲完就算了，然后后来去参加班亲会，老师就问我说：“你怎么教的？”然后觉得这样子的小孩子这样子，我问其实我嘛唔知边啦，其实我真正无教，我就是带去就是带去教会哈，然后在那个团体里面成长哈。上帝，我在想平常的教导圣经的话，我就有进到他的心里面哈。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孩子其实每一个都很棒哈，所以我也很乐意很 enjoy 在陪孩子在教会成长的这一个阶段。那今年其实我是他都要讲，今年选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是那个要再更进一步的服侍哈。其实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有压力啦哈。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好的预备，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准备哈。但是我觉得，我觉得牧师在讲道里面就讲到说，是神拣选呐哈，所以在这个道路上，我觉得神要用我们。我觉得有时候虽然我自己没有准备好，也有很多的压力，然后心里面说，那你到底能不能做得更好，能不能做得够好？我很乐意去服侍，但是当你有这个身份在的时候，你能不能真的去把这个角色做得更好？然后我是没有任何这样的预备，所以那时候选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表情哈。有人跟我恭喜，我都说一起同工，一起同工，因为我们才没让他回应哈。对，但是我觉得神既然拣选，我相信他会给我有足够的能力和力量去把这样的职分去做好。所以跟各位做这样分享。感谢各位哈，今天晚上真的是牧师老人就这时间，大家来分享哈。还有没有人要分享？我要回应一下，我就是陈美秀带来的。哦，对，美秀带你过来的。对，我们那时候小孩刚好一样大，然后所以以前我都跟明德一起带着小孩在后面，所以我是那个时期，就是我们家小孩一起来，所以他们才会从小就是一起到教会的。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就是带朋友一起到教会，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很好哦。万事互相效力哈。好，咱来接着，咱来用我们2020年大家都很充实，咱今晚要来迈向2021。2021我们要得到所有美善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美善的力量。
围绕着我们，也围绕着别人。所有美善的亮都丰富围绕，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所有美善的亮
咱即马每一个人拢出来吼，咱来为一个圆箍啊，但是咱无要牵手吼。啊，伫即个圆箍内底，咱要为咱右边的人祈祷，咱要恳求上帝祝福，祝福咱右边的人，将上帝美善的力量，和伫新的一年全部都展现出来。咱为咱每一个人，迄边，咱人无真济，咱应该有法度。这边才会当听，咱莫踢到电线。张家富，你右边是哪一个？你要恁爸爸就好。咱每一个人为着咱右边的人，咱恳求上帝将伊美善的力量放伫伊的身上，互伫2021年会当伫上帝美善当中赢得新的生命。咱每一个人开口为咱右边的人祈祷。主，你美善的力量充满在他的身上，求主将你美善的力量充满在他的身上。我以上借着主你美善的力量，影响新的生命，我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硕，更加的能够影响人。我谢谢你，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世界是有美善的力量的。你让我的心去体会到主你的水，你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恳求主将你美好的快乐放伫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让我的生命伫新的一年重新更新。伫主的好内面，阮得到更较好的祝福。感谢主。最后，咱用主的祈祷来结束咱的聚会。愿的天父，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食，你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息加来互阮，阮下面互阮的人，一直传日气，阮脱离现害，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伊所有，了代代无尽。阿门。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平安。